魁省省府呼籲聯邦政府永久關閉加美邊境 Roxham 路嘅非正式關口，因為該省已經無法承受不斷由美國湧入嘅大量難民申請人。馮雁傑報導。位於魁省連接美國邊境嘅 Roxham Road 係難民申請人從美國以非正式途徑進入本國嘅熱門地點之一。喺疫情期間，聯邦政府以封關為由，關閉咗該道路。不過，自從去年11月該道路重開之後，根據魁省省長勒高表示，每日由該段路由美國進入本國申請難民身份嘅人士高達100人，但係當中有好多人最終都不被接納而被勒令離開本國。有大量聲稱難民人士從呢一度湧入嘅原因係，雖然本國與美國喺2004年簽訂咗安全第三國協議，要求難民需要喺首個抵達被視為安全國嘅邊境時就要作庇護申請，當中唔能夠前往其他國家申請，但係條款並唔包括喺非正式關口入境嘅人士。面對大量難民申請者，魁省表示，由於聯邦需要長達14個月審批難民庇護嘅申請，期間魁省需要為申請者提供住房同埋照顧，包括安排孩童上學。魁省已經無法接受大量難民嘅申請者，希望聯邦政府可以永久關閉 Roxham Road 以舒緩省府嘅壓力。